仲諗住喺公營醫院睇病，交完嗰幾十蚊、百幾蚊就完事。如果你係長期病患，或者屋企有老人家要經常出入醫院，你一定要聽清楚今日我同大家講嘅嘢。好多人都以為公營醫療費用係有個1萬蚊封頂嘅豁免機制，但係最攞命嘅係呢個機制竟然唔係自動生效嘅。如果你唔主動去申請，你分分鐘俾多咗錢都冇人話你知。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呢個醫療費用減免嘅真相，教你點樣去申請，同埋最緊要嗰一點，原來如果你唔符合呢個條件，你申請幾多次都係徒勞無功。講起香港嘅公營醫療，大家第一時間都會諗起排長龍，但係另一個優點就係平，普通科門診50蚊，專科門診首診130，之後80，住院每日百幾蚊，聽落好似唔係好貴，但係大家有冇諗過，對於一啲患有慢性疾病或者需要長期洗腎、接受化療，甚至要長期服用昂貴自費藥物嘅家庭嚟講，呢啲醫藥費加埋雜費好似無底洞咁。政府其實係有一套醫療費用減免機制，專門幫嗰啲經濟有困難嘅市民，令到佢哋唔會因為冇錢而睇唔到醫生。好多人聽過話1萬蚊就封頂，其實呢個係一個通俗嘅講法，背後嘅邏輯係透過資產同入息審查，幫你豁免嗰啲公營醫療開支。首先大家要明白，呢個豁免機制係分開綜援受助人同非綜援受助人兩大類。如果你本身已經係領取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即係我哋俗稱嘅綜援，咁就好簡單，你只要喺登記或者交費嘅時候出示嗰張有效嘅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你喺醫管局轄下嘅診所同醫院睇病，絕大部分開支都係全免嘅。但係問題嚟啦，香港有好多人係處於夾心階層，或者係一啲低收入家庭，佢哋唔係領取綜援，但係面對長期嘅醫療開支，壓力真係大到唞唔到氣。呢班非綜援受助人就係今日我要講嘅重點，亦係最容易踩坑嘅一群人。好多老人家或者家屬以為，只要我年滿65歲，或者我係長期病患，醫院個系統就會自動幫我減免，或者當我交夠1萬蚊嘅時候，系統會跳出提示話以後唔使交。我想話俾大家聽，諗多咗啦。醫管局同社會福利署嘅系統雖然有聯繫，但係對於非綜援人士，佢哋係唔會主動幫你做經濟審查隊。你唔去醫務社會工作者，即係我哋叫嘅醫務社工，呢個1萬蚊封頂嘅優惠就永遠唔會降臨喺你身上。咁究竟點樣先可以申請到呢個豁免呢？流程係點樣嘅呢？首先你要主動去確記醫院或者診所入面嘅醫務社會工作部，呢個步驟好重要，因為所有嘅減免申請都要經由醫務社工去進行經濟狀況調查同埋評估。申請嘅時候，你要準備好一大疊資料，包括你同你所有同住家人嘅身份證明文件、過去6個月嘅銀行存摺或者結單、入息證明、租金收據同埋你嘅醫療開支單據等等。講到呢度，大家可能覺得，哎呀，咁麻煩，又要查呢樣，又要查嗰樣。但係你要諗下，如果你成功申請到，個豁免期通常可以維持6個月到12個月不等，期間你睇醫生、住院，甚至一啲指定嘅藥費都可以豁免。對於長期病患者嚟講，呢度可能係幾千甚至幾萬蚊嘅開支。不過申請過程入面最令香港人頭痛嘅就係資產審查。醫管局有一套非常嚴格嘅準則，佢會睇你個家庭嘅總資產同埋總入息。呢度就要講到最關鍵嗰一點，亦都係點解好多人申請唔到嘅原因，就係同住家人嘅定義同埋佢哋嘅經濟承擔。如果你係一個老人家，你自己雖然冇乜錢，但係你同一個月入5-6萬蚊嘅仔女同住，醫務社工喺審批嘅時候係會將你仔女嘅入息同資產全部計入去。政府嘅邏輯係你有仔女養，你仔女有能力供你睇醫生，所以你唔符合減免資格。好多老人家會話，我個仔雖然賺到錢，但係佢要供樓，又要養佢自己個仔，佢根本冇錢俾我睇醫生嘅。好遺憾咁講，喺官方嘅審查機制入面，呢啲家庭負擔往往唔會被充分考慮，佢哋睇嘅係冷冰冰嘅數字，你哋成家人加埋有幾多錢？呢個就係我想強調嘅申請唔到嘅條件。如果按照政府個計法，你嘅家庭總資產超過咗佢哋定下嘅上限，你就係申請唔到。例如1個2個人嘅家庭，資產上限可能只係得個10幾萬蚊，如果你哋銀行戶口多咗幾萬蚊，就已經過晒界。對於好多辛辛苦苦一世儲咗幾十萬蚊，打算用嚟傍身或者做身後事嘅老人家嚟講，呢個條件簡直係攞命。佢哋唔明點解我只係想睇病平啲，點解要我耗盡埋嗰少少棺材本？而且呢個家庭嘅定義有時好死板，只要你哋報稱住喺同一個地址，
佢就當你哋係一個經濟單位，除非你可以證明你同家人係分開居住或者分開膳食，即係俗稱嘅分產，否則社工好難幫你。但係喺香港呢個咁擠迫嘅地方，住埋一齊係好平常嘅事，要證明分開經濟負擔，手續非常繁瑣，甚至要宣誓或者提交法律文件。除咗資產，入息方面亦都係一個大關卡，佢會計你成家人嘅每月可動用入息，佢會先扣除一啲基本開支，例如租金或者一啲法定嘅強積金供款。如果剩低嘅錢高於某個標準，你就又要自己負擔醫療費。呢個標準其實定得幾低，好多打工仔雖然表面上人工過得去，但扣除埋供樓、供保險、生活費之後，根本所剩無幾。但喺政府眼中，你依然係屬於有能力負擔嘅一群。咁有人會問，如果我真係好窮，但我又唔符合綜援資格，咁呢個1萬蚊封頂究竟點運作？其實醫務社會工作者係有一種酌情權，或者係一啲特別嘅非經常性醫療費用減免。如果你係因為突然之間患上重病，例如癌症，需要用到一啲極之昂貴嘅藥物，或者你要做一啲公營醫院入面要自費嘅項目，例如一啲先進嘅微創手術耗材，而呢啲費用遠遠超過你嘅負擔能力，社工可以幫你申請撒瑪利亞基金或者關愛基金。喺呢啲特殊基金嘅審批入面，就會出現所謂嘅分擔費概念。佢哋會計一個數，如果你嘅資產去到某個水位，你要先自己攞一筆錢出嚟，例如係1萬蚊，或者係你資產嘅某個百分比，剩返嗰啲幾十萬蚊嘅藥費，先至由基金幫你俾。呢個就係好多人口中1萬蚊封頂嘅其中一個由來。但我必須再強調一次，呢個唔係你俾夠1萬蚊就自然有人幫你俾剩返嗰啲，而係要經過非常嚴苛，甚至係令人覺得查三代咁樣嘅經濟審查先至攞到。我遇過好多 case， 啲老人家因為唔想仔女麻煩，或者覺得要查仔女人工好冇面子，結果一直忍住唔去申請，或者明明唔夠錢睇醫生都唔敢同人講。又有啲個案係仔女覺得申請呢啲嘢係攞政府便宜，唔想報資料，結果搞到個老人家要自己用嗰啲微薄嘅長者生活津貼去填補醫療開支。我想同大家講，公營醫療減免係一項權利，係為咗保障市民唔會因為貧窮而失去健康。如果你真係有困難，一定要主動出聲。申請嘅流程入面仲有一點要留意，就係豁免期係有時限嘅。通常你申請一次，佢可能只係批3個月或者半年俾你。期滿之後，如果你仲係需要減免，你要重新遞交資料再申請過。好多人以為批咗一次就係一世，點知過咗期自己都唔知，去到醫院交費處先發現要找數，嗰陣時就會好狼狽。所以如果你係長期病患，一定要記低自己個豁免期幾時完，提早1個月去社工續期。另外，大家亦都要分清楚，醫療費用豁免同長者醫療券係兩樣嘢。醫療券係政府每年俾2000蚊，你可以喺私營市場用，例如睇私家醫生、睇中醫、洗牙咁。而我今日講嘅醫療費用減免係針對公營醫院醫管局嘅收費，兩者係可以並行嘅。但係如果你喺公立醫院已經攞咗全面豁免，你就唔可以用醫療券嚟找公立醫院嘅。雖然公立醫院本身都唔收醫療券，講返轉頭，點解我話唔符合呢個條件就申請唔到呢？除咗頭先講嘅家庭總資產之外，仲有一個好關鍵嘅嘢，就係醫療需要。你唔係隨隨便便話我冇錢就可以申請，社工會睇你嘅醫療記錄。如果你只係普通感冒發燒，去1次半次門診，社工通常唔會受理你嘅減免申請，因為嗰50蚊被視為大眾都能夠負擔嘅水平。呢套機制係針對嗰啲需要長期、密集、高開支醫療服務嘅病人，即係話你一定要有醫生嘅轉介信或者預約期單據，證明你未來一段時間會有頻繁嘅醫療開支，咁樣申請先至會有機會批。如果你依家聽緊呢段內容，而你或者你屋企人正面對緊龐大嘅公營醫療開支壓力，我有幾個建議俾大家。第一，唔好怕醜，聽日就去你睇開嗰間醫院或者診所，醫務社會工作部，同佢哋講，我想了解下醫療費用減免嘅申請手續。第二，喺去之前整理好你成家人嘅財務報表，係成家人，包括住埋一齊嘅仔、女、新抱、女婿，你要有個心理準備。如果你哋成家人加埋有反咁上下收入或者存款，呢個申請係極之難批嘅。第三，如果你哋真係因為某啲原因，例如要供樓、還債或者有其他大額開支導致名義上資產超標，但實際上冇錢找醫藥費，你要寫清楚你嘅困難，逐樣列出嚟話俾社工聽。雖然社工要跟指引做嘢，但係喺一啲極端情況下，佢哋可以寫報告向上級申請酌情處理。其實香港嘅醫療制度雖然話係安全網，
但呢個網嘅窿眼其實都幾大，好多處於貧窮線邊緣嘅家庭，往往因為多咗1萬幾千蚊存款或者仔女有份工，就被排斥喺豁免機制之外。呢個亦都係點解咁多人對公營醫療又愛又恨嘅原因。平嘅時候係好平，但係當你病得重、病得耐嘅時候，嗰種經濟壓力係可以摧毀一個家庭。所以了解清楚呢啲規則，唔好等問題嚟到先至去退方法。如果你身邊有啲老人家，佢哋經常要去醫院，但係又成日埋怨睇病貴，你幫佢哋留意下，睇下佢哋係咪符合申請資格，或者幫佢哋執好啲銀行存摺。好多老人家甚至連自己有幾多個戶口都未必記得清楚，或者收埋一啲幾十年前開落嘅僵屍戶口，入面得嗰幾百蚊，但如果申請嗰陣冇報到，俾社工查到，會被視為瞞報，到時仲麻煩。總結一下，公營醫療費用1萬蚊封頂或者豁免係一定要自行申請嘅。你要過2大關，第一關係醫療需要，證明你真係需要長期睇病；第二關係家庭經濟審查，呢個係最難過嘅一關，因為佢計埋你同住家人嘅資產同入息。如果你唔符合呢個低資產、低入息嘅條件，或者你唔願意披露家人嘅財政狀況，咁呢份豁免就同你無緣。喺香港生活，病唔起係好多人嘅心聲。政府呢套豁免機制出發點係好，但係門檻確實係高。作為小市民，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充分利用現有嘅資訊，唔好俾自己嘅權益白白流走。如果你覺得今日分享嘅資訊幫到你，或者你身邊有朋友正為醫藥費發愁，記得將呢啲資訊分享俾佢哋。最後我想提醒大家一點，所有申請文件一定要真實，醫務社工係會抽查個案，甚至會要求你提供稅務局或者銀行嘅詳細證明。如果被發現虛報資料嚟騙取醫療豁免，係屬於刑事罪行，分分鐘要坐監。千祈唔好因小失大。希望大家身體健康，最好就係永遠都用唔着呢套豁免機制。但如果真係有需要，記得我今日講嘅嘢，主動申請，備妥資料，留意家庭資產，仲有要準時續期。香港嘅公營醫療雖然有好多不足，但呢個安全網始終係最後嘅屏障。了解多啲，遇到事嘅時候就唔會咁彷徨。大家如果對於申請流程或者文件準備上有咩疑問，可以去醫管局嘅官網下載一份叫《醫療費用減免申請指引》嘅文件，入面寫得好詳細，包括每個家庭人數對應嘅資產上限係幾多。雖然啲數字會隨住通脹調整，但大致上可以俾到一個概念你，究竟你係屬於有機會批定係肯定唔批嗰一類。記住，資訊就係力量，喺呢個複雜嘅制度入面，識得玩呢套遊戲規則，先至可以真正保障到自己同屋企人。今日就同大家講到呢度，面對病魔已經好辛苦，希望呢啲關於錢嘅問題唔好再成為大家嘅負擔。如果你有任何申請經驗，或者你曾經喺申請過程中遇到咩困難，都歡迎喺心入面整理一下，或者去與相關嘅非政府組織 NGO 求助。好多社區組織都有專人教老人家點樣申請呢啲津貼。祝大家生活愉快，最緊要係出入平安，身體壯健。